经打了300多网了，还是没找着。不是让你别伤他性命吗？情急之下，小的也是没有办法。看来这是他甘心做走猪要受的惩罚。吩咐下去，继续搜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哎，好。猪妖的尸体对我们很重要，只有找到尸体，才能证实猪妖真的死了。如果大家心存侥幸，让猪妖逃脱的话，大家仍然要活在猪妖的魔掌之下，这样苏州府会永无安宁。对，阿忠，吩咐他们扩大搜查范围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他。哎，是。猪哥哥，你没事的，你撑住。快，到前面找找，前面找一找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他们来得太快了，你再忍耐一下，我现在就带你去一个地方休息。怎么回事啊？找到了，这不就是头猪吗？怎么会是一头猪？当然了，猪妖死了以后还魂，现了原形。赶紧把它打成肉酱，让永不超生，好不好？哎，好了，先听我说。打成肉酱。先把猪妖抬回去，明天再论功行赏。好，抬回去了，抬。水呀，你要喝水啊？水。海水是咸的，你等着我。慢慢喝。哎呀，你喝的太多了啊！怎么会这么烫啊？它越来越热，难怪他一直说很难受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要死了！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猪哥哥，这样下去怎么办呢？猪哥哥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我摸一下就这么难受，你一定很辛苦。主人，带我去看大夫啊！小猪好难受。猪哥哥，你千万不能向身子里面的猪妖投降啊！猪妖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折腾它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猪哥哥，
撑住啊！我是人，不是猪。猪哥哥，你当然是人，不是猪了。好烫啊！你撑住！一下。哎呀，你怎么样啊？没事了，在水里面呢就舒服多了。哇，怎么你换衣服了，变成了这个模样？因为我们到龙宫了，龙宫的人都是这样穿的。龙宫？什么龙宫？龙宫就是龙王、龙后和龙子、龙孙住的地方。哦，就像咱以前住的猪圈，这里一只，这里一只，是不是？猪哥哥看来还是有点神志不清，搞不清楚自己是人是猪。这个猪妖，我一定要帮你除掉。喂，那个，你干嘛瞪着我看呢？我没有瞪你，我是瞪那只猪妖。你也认为我是猪妖啊？不是啊，你的情况我都知道的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去帮你的。小龙女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你真不知道吗？啊？因为三公主，三公主，龟丞相，什么人呢？三公主，不要害怕，他是龟丞相啊。哎，龟丞相，我一闻到你的味道，我就过来了。这个就是你常说的猪哥哥。他有些特别。
有好几天没有洗澡了吧？你也闻到了？我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怪怪的味道。至于是什么味道，我真是一时很难说清楚啊。是不是猪的味道啊？我也闻到，他身上有一股脏兮兮的味道。你要是不说，我也不敢说呀。三公主，你也闻到了？我就说嘛，也只有我具有龟的身体，狗的鼻子。我闻不到，但是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呢，把他带到这里来啊，就是想帮他除掉体内的猪妖。龟丞相，你一定要帮他。他现在啊，猪妖上身，刚才在岸上，整个身体烫的就像一个火球一样啊！打扰你们一下哈。你怎么了？我想请问，这里哪里有可以解手的地方？我现在真的有点忍不住了。你能不能再忍一忍啊？猪哥哥，你先忍一下吧，很快呢，我就带你进宫了。哎呦，我急呀！为什么还要？忍吧。哎呀！龟丞相，我现在很想去见父王，告诉他猪哥哥的情况啊。三公主，你父王他不在宫里。那母后呢？母后她也不在呀。那他们都去哪里了？我刚才看见老龙王偷偷的起来，我估计啊，他又去大蚌湾了。大蚌湾，母后又回大蚌湾去了。你知道，自从龙王得罪了龙后以后啊，龙后呢就天天躲在大蚌湾里头，一直不肯出来。今天是初一啊，也该出来了，所以龙王一早就过去，在那儿等着，他一定会出来的。不如我们想个办法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。没问题，三公主有你在，这个事情一定能搞定。猪哥哥呢？喂，别说话。大哥，有没有手指啊？你要手指干什么？手指，我刚方便完啊！方便啊？你敢在这儿方便？你还笑？你是哪儿来的什么东西，敢在这儿撒野？喂，好好的干嘛说人撒野呀？你蹲着在这方便就可以，这里只允许你一个人用啊。我什么时候方便了？你蹲在这里挤出个鸟样，不是方便，你在干嘛呢？你什么眼神啊？我裤子穿得好好的。哎呀，你这胖子还穿着裤子呢！哎呀，看不出来你相貌堂堂，居然还穿裤子方便呢，真恶心呐！你这个混球，滚滚滚滚滚！你才滚滚滚滚！别出声，他马上就要出来了。谁呀？我夫人呐。在那儿啊？对呀，她从蚌里面出来。不会吧？怎么？夫人，夫人，你别关门呐！夫人，你用我的小珍珠啊，我的小宝贝儿啊！喂，胖子，你没事吧？我帮你啊！我的小宝贝儿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原谅我好不好啊？哎呦，我的小珍珠，我的小宝贝儿，我的小珍珠，我的小宝贝儿，珍珠，宝贝。
你放开我呀！你哦，要宝贝儿啊！原来你骗我说你来找老婆，其实你是来偷珍珠宝贝的，你这个老贼！哎呀，别踢我屁股！别踢我屁股啊！老贼！啊！哎呀！哎，这么可恶啊你！你别抽我！你个臭小子，别抽我！你个混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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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！喂，小龙女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帮你捉了个贼呀！父王！啊！龙王，你怎么样？父王！龙王，你没事吧？父王！哎呀，母后啊，你把父王放出来吧，他快撑不住了。看在女儿的面子上，饶你一命，快走吧，不想见到你。哎呀，父王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那个龟儿子呢？刚才他一直抽我的屁股，抽我的屁股，跑哪儿去了？我们没有见到他。要我抓到他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去，把他给我抓来，快点！好。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！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是谁？怎么敢来龙宫冒犯二龙女？其实呢，你是？求求你了，饶了我吧，别再说了，我都快能背下来了。那一年呢，我12岁。她会不会是主人救过那个龙女呢？难道主人跟我说的都是真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跑到龙宫来了？小龙女带我来的。小妹？啊，我刚才看到，你有条龙尾对吧？是不是？跟你没关系。你记不记得9年前你在海边晕过去的事情？我在海边晕倒。是啊，当时是黄昏，我家主人，不是我啊，在海边玩的时候，突然就发现了你。喂，龙姑娘，我没有说谎啊，我全部讲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没说谎啊。如果我有一个字是说谎，我怎么都可以的。其实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听我说啊，我一句谎话都没说啊，龙姑娘。这里是二公主房间，你不能进去。喂，龙姑娘。哇！我说你这条鱼啊，个子那么小，矮我一个头，敢拦我路，我一撞就撞进去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公子，门没关。愣着干嘛？过来坐。哦。坐好了。好了。
还巧舌如簧，怎么现在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？刚才是在外面嘛，现在是在龙宫。这整个龙宫里呀，你只要在我身边，就谁都不用怕。那个龙王啊，刚才我在外面踢到他，他一直在叫，现在到处找我呢。放心吧，只要有我二龙女在，你就不用怕我父王。父王？我先走了。站住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你当我龙宫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这龙宫内外啊，有虾兵10000，蟹将3000。你走走看。那你要我怎么样啊？坐。别抖。小模样还不错嘛。都是托主人的福。什么？啊？我说我最近发福了。我听你刚才说，你说你救过我。啊？哦，对啊，9年前你在海边遇难，然后我用我的血救了你啊，所以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呢。原来小妹说的人就是他。9年前的事情了，你还记得这么清楚？当然了，我主人每天跟我讲。你主人？我就是我主人了。我越听越糊涂了。反正先别管主人不主人的事情了，反正你就是我所救的那条龙啊。现在我得罪了龙王，他追着要杀我，所以你一定要救我。没问题，我可以救你。不过你得告诉我，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向别人提起？这种事情说出来谁会相信啊？所以我没跟任何人说过。太棒了！那你要记住了，你现在没跟人说出去，以后也不要说。乖。三公主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们好想你啊！什么时候？你们先别说话。有没有见过一个人？他呀，人很好，看起来呢又很善良。反正你一看见他就会很开心呢。好像是他们什么也没看见。哎呀，小妹呀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也不去跟姐打个招呼啊？二姐，你看你急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姐姐帮你啊。二姐，我在找一个人呢。找人？先去捡了再说啊。二姐，这个人对我很重要的，他刚才还在大头上得罪了父王啊。你们俩眼睛好使吗？二位公主，我们的眼睛时好时坏，有时候什么也看不到。那耳朵呢？都一样，有时候什么话都没听见。算你们俩明白。有没有搞错？一个是瞎子，一个是聋子，你们怎么做侍女的？小妹，去我那儿，一切会明白的。二姐，猪哥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，二姐姐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跟这位公子的事情啊，我都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跟猪哥哥的事？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了。小妹，你见过父王了吗？哦，见过了。他现在正打发人在找他呢。他到底是怎么得罪父王了？他以为父王在偷东西，用脚踢父王的屁股。哎呦，我不知道他是你父王嘛。知不知道都不能随便打人。再说了，我们父王啊，可是已经有800年没有挨过打了，对不对，小妹？
我不知道，我年纪还小。我知道啊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南海来了一个鲸鱼将军，对，他也是以为父王在偷棒珠，上前一通乱踹，跟这位公子一样。那后来是怎么处置他的？后来可就惨了，父王先是扒他的皮，然后抽他的筋，一根一根。为了这事儿，咱们东海还跟南海打了一仗呢。猪哥哥，你不用怕，我想父王不会对他扒皮抽筋的吧？哎呀，依父王的脾气，难说。猪哥哥，你是不是怪我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？小妹，事到如今，埋怨也没有用了，赶紧想对策吧。那有什么方法啊？方法啊，首先呢，我们得把这个朱公子藏起来，绝对不能让父王找到他。然后我跟你，咱俩去跟父王求个情，请父王饶他一命，你觉得呢？可是，把他藏到哪里最安全呢？这个地方一定要非常非常难去，父王不常去，这样也就碰不上了。啊，你这里就可以啊！哎呦，真是的，你这个鬼丫头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对，我这个地方呢，父王不常来，他也不会怀疑到我身上。可是，他一个大男人，藏在姐姐这里好像不太好啊。哎呀，小妹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是你姐姐，你不相信我，我还能抢了你的朋友不成？哎呀，不是啦，我是怕你可能会难为情嘛。不难为情，我就藏在这儿，留在这儿安全。那好吧，猪哥哥，你先委屈一下，等父王的气消了，我便赶快给你求药治病，把猪妖给除掉。哦。下面有请朱家二老爷给大家说几句话。谢谢朋友们热情洋溢的掌声。如果说你们的掌声再热烈一点，会更好。谢谢。我今天之所以能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很激动。感激的话我不多说了，在这里我要谢谢我的侄媳妇，没有她，我得不了二等功，也不会有我的荣誉，也得不了这么多的钱财，在此表示感谢。下面我宣布，一等功获得者朱苗氏。为了表达我们苏州府众万百姓对
朱苗氏和他全家人做出的巨大牺牲的万分感激之情。我代表苏州府知府大人和众位百姓，表示对他们的谢意，特奖励500两。费这么大劲，才给500两银子啊！这500两可不少了。银两我不要了。哎，妙妙，500两也是银子，收下，收下，收下。收下吧。猪妖是苏州的祸患，除掉他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想大家如果碰上和我一样的遭遇，都会和我一样大义灭亲的。这事虽然苦了我一个，到头来幸福千万人。但是，我毕竟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女人，谁不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，一个疼爱自己的相公？既然不幸的事降到了我的头上，我也没什么话好说。我只想请求大人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。啊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，我们一定答应。我要那头猪。啊？对各位乡亲来说，他是猪妖，但他现在已经死了，也不会再危害各位。可是对我来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也是我相公，我要将他安葬。朱苗氏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，我们无言以对。好，我同意她这个最后的要求。帅哥，给你。谢谢。你怎么哭了？这是什么？你哭了，你流的当然是眼泪啊！我想你一定有亲人被猪妖害死了。别伤心，猪妖死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哎，过来，坐下，吃东西。这孩子真是傻，这500两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他把这500两要回来，不然我晚上这觉都睡不着。我从没有想杀过你，但是这个是你甘做走猪的下场。只要我拿回金丹，我就可以为我的主人报仇。怎么了这是？没有，我的金丹呢？不对，他还没死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
是不是很好玩啊？小妹，二姐姐，你怎么偷跑出来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啊？万一被父王发现了，那朱公子还怎么活呢？我看猪哥哥很闷，所以就带他出来玩一下。这不关小龙女的事啊，是我叫她带我出来的。朱公子啊，你乖乖跟我回去好不好？好。三公主啊，你的猪哥哥好像已经被二公主驯化了，很听她的话嘛。不是，二姐姐呢，也是担心猪哥哥的安全，她应该听她话的。你怎么了？这儿疼啊？没事没事的，可能是刚才玩的太过火了。我这样做真的不对吗？不，我没错。凭什么你能得到父王那么多的宠爱？凭什么我没有的你都有？凭什么原本属于我的东西都要被你抢走？我就不能抢一件你的东西吗？不，这不算抢。也许它原本就是属于我的。朱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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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睡那么久还没睡够啊？醒醒，朱公子！朱公子，喂，你做什么？想不想让我报恩啊？不要！朱公子，朱公子，朱公子，你醒醒！睡那么久了还没睡够啊？醒醒，朱公子！朱公子，你醒了？喂，你干什么？想不想让我报恩啊？啊，报什么恩呢？你对人家有救命之恩吗？这种再生之情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才好。你先起来啊！哎呀，喂，你好重啊！不要！抱抱我嘛！哎呀，你先起来嘛！抱抱我！
闻闻，闻闻，香不香？啊？香。香啊！这种香是因为你朱公子才有的。抱抱我嘛！你先起来再说。抱抱我嘛！哎呀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的耳朵，你的耳朵！喂，你怎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耳朵痒啊。今晚不管你是什么东西，只要是他的，我都要抢。喂，走开！走开啊！好烫啊！闪开！闪开啊！他又发狂，好像往这儿跑了。猪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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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得不到的，你也别想得到。小妹，你看他快不行了，不如杀了他吧。龙王驾到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父王，小妹不知道从哪带回了一个男人，又是一个妖怪，就是他把你的腰给踢坏的。就是他。小妹，你带一边去，等我处理了这个猪妖再说。父王啊，他不是猪妖，他救过我的。听见了没有啊？父王，刚才我在洗澡，他就突然闯进来偷看我。咦，别说了，不嫌丢人的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是。父王啊！人间在捉猪妖，想不到你跑到东海龙宫来找死了你！父王，他不是猪妖，他是被猪妖附身了。跟了一整天都没有动静，难道是我真的看错了？进来嘛！不会吧？整件事实在太可怕了。你们苏州出大事了！大事？什么大事啊？哎，你们苏州出了天猫女！天猫女？对，猪妖的事刚刚闹得满城风雨，你在妖言惑众，小心我扁你啊！真的，天猫女正在散播天猫毒，可能不止1只，可能2只，不止3只、4只、10几只、几十只，可能有几十只那么多呀！不信我带你去啊！对不起啊！你打什么地方啊你？啊，没事吧？啊，喂，搞什么还愣在那里？这样吧，把你们的知府叫过来，我带你们去看他。我告诉你们，那天猫女有多厉害啊！中了天猫毒，见到男人以后就会飞扑过去吸着他，然后就会乱抓，上抓下抓，这里抓那里抓，然后再。
哎呦，兄弟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不要坐着，怎么这么懒呢？你们受朝廷俸禄要干活的嘛。哎，我带你们去找天猫女，跟我来，很近的，就在这附近。我带你们去，来。哎，就算不信天猫女，也不用打人，还要扒光人家的衣服打。这里的人真是奇怪呀！我来报官的嘛，干嘛打我呀？你这么喜欢打人，不如打沙包啊！真是奇怪，什么人都有。一天都是你这只臭猪，我信错你了，我。对了，我怎么没有想到他？王老爷，就是他，迎来2个时辰了，说一定要见过少奶奶才走。是你打算见少奶奶？我看没这个必要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。你没资格跟我说话，快点叫你们少奶奶出来，我有事跟她说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嘿嘿，你是找打？哇，想不到这块东西还有点用啊！这是个疯子，给我拉下去！给我打！哎，不要乱来啊！如果你赶我出去，这个秘密你们少奶奶就不会知道了。切，你少胡啊！你有什么秘密？这个秘密不是普通的秘密，这个秘密是跟天猫女有关。天猫女？没错，这个天猫女是从天上下来的，身带9条命，她是注定下来人间害人的。你开玩笑的吧？这种事呢，只在书里见过，别乱说。我不是开玩笑，我已经暗查了很久，而且她附在谁身上我都知道。你知道？没错，就是附在你身边那个小丫鬟的身上。你是说啊，就是胸前戴着一颗珍珠的那个小姑娘。你说小龙女？你怎么知道是真的？难道她亲口跟你说的？这个就……哎呀，都是自己人嘛，你就说了。因为我是神仙。那请问你是哪位仙家下凡呢？太白金星。我知道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，我现在没了法力，如果不是我可以在你们面前表演一番。不过不要紧，我有东西拿出来一定能让你们相信。这块呢，就是玉皇大帝赐我的28星宿仙牌。仙牌？没错。自从我没有了法力之后，它就变成了一块黑色的牌。不然的话呢，我可以展示一下。啊，看一下，这种材料凡间哪里去找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上次他这样闪啊闪啊，我也被他弄伤了。看来这个太白金星脑袋真的坏掉了。那你现在相信我是神仙了吧？是啊。那你也相信真的有天猫女作乱了吧？当然了，连猪妖都有了，出现一个天猫女也不足为奇啊。我都说了，姑娘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，你相信我就好了。哎，但此事非比寻常，我得先通知一下知府大人商量一下，才能采取行动。有妙妙姑娘出面，这件事就好办多了。
那好，您先请回。啊，告辞。请留步。主人，你真相信那个傻瓜吗？他真是神仙？没错，他就是太白金星那傻瓜。刚才你就应该一掌结束他的性命。他一旦要是恢复了，咱们可就不好办了。我怕他干嘛？傻子一个，留着他，我可有大用处。大用处？我一直都不知道怎样炼化金丹，这个方法天底下只有太上老君才知道。我就借这个机会顺藤摸瓜，到了关键时刻，太白金星也是一张好牌。不能让他跑了，要把他关起来，免得出差错。怨不得你们全家姓朱，真是猪脑一团。是，这两个兄弟，一个抓我练我，一个追我烦我，没一刻叫我好过。我还不趁这个机会出口气，就让这个落难的金星尽情地尝尝落难的滋味。没想到神仙是饿死的，我太白金星就是第一个。看人了，看人了，看人了！这么说，我也救过你，你恩将仇报。是你骗我去妓院，骗我喝酒，还让人追杀我，是不是？醒醒啊！你醒醒！你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一直在冒汗呢？我做噩梦而已。啊，时候不早了啊！我约了知府大老爷商量一下，怎么把猫妖全部抓住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请等一下。哎，外面那么多猫妖，你一个人敢出去吗？我有什么不敢啊？我才不怕！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我走了。你知道猫妖是怎么伤人的吗？他们喜欢用手抓你的脖子。我是不是已经传染了猫妖的毒啊？小姑娘，这次你出手还挺快的。主人，不是说好了吗？这个傻瓜归我了。说得好，不过神仙也不是那么好控制呀。那可不一定啊。三公主，龙王吩咐过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谁都不可以进去。如果父王怪罪下来，一切由我承担。三公主，您不要为难我们。如果你们再不让开，我就硬闯了。那您进去一会儿，赶快出来啊！多谢。猪哥哥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你会好的。为什么做人做得这么辛苦啊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帮你驱走妖怪，但你也要答应我，你不能被妖怪打倒啊！你要挺住。
住啊！我再也不做人了，不做人了，辛苦啊，不做人了，好辛苦挺住啊！好辛苦。哎呀，热死了，热死了！哎呀，快点扇，快点扇呐！哎呀，怎么好像有个太阳在我头顶上啊？哎呦！父王，父王，女儿有一事相求。呀！看你急得一头大汗的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来，到父王这儿来！哎呀，让父王给你擦一擦。这件事真的非常重要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什么事啊？看把你急的，说给父王听听。如果父王能够答应，绝不犹豫。父王，求你救救猪哥哥。哼，我就知道你又是为那个猪头小子来求情。你也得替父王想想，父王怎么可能会放他呢？再怎么说，父王的屁股那也是龙王之地，是什么人都可以碰的吧？他居然敢踹我，也太无法无天了！我要不是因为他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我早就把他……不行，不能放！父王啊，我不是要你放他，我是要你救他。救他？救他跟放他不是一个意思吗？你干嘛要绕着圈子来骗父王呢？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海龙神功帮他驱妖啊？海龙神功那个使不得，那海龙神功用一点点就会损耗很多法力的。再说了，那也不一定能赶走那个妖怪呀。这赔本的买卖，我不能做，不能做。父王，你从小就教我，不拿人家一毫钱，不欠人家一分情，就算欠了，也要找机会还上，这叫知恩图报。9年前，我欠了他这么大一个人情，现在有机会了，怎么能不还呢？小妹呀，这些话呢，是父王说给别人听，让别人来尊重我的，不是让我来尊重别人的。你要搞清楚了。父王，您是我心目中……小妹，小妹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说晕就晕过去了？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很严重啊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急死我了！禀龙王，急不得，这回的情况真是要慢慢来。三公主的伤怎么样了？她是被先天无极金丹所伤啊。无极金丹？无极金丹不是太上老君？对，就是太上老君练了9981年而练成的，是为了让玉皇大帝能延年益寿。哎，真是前所未闻，功力足啊！太上老君的金丹怎么会跑到这儿弄伤我的宝贝女儿呢？哎呀，这件事我哪知道？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给三公主疗伤，其他的事慢慢说。慢慢说，难道你说的还不慢吗？太上老君的东西，咱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呀。女儿啊，辛苦你了，你让爹好心疼啊。龙王，不过只有一个办法。要用它？对，只有它才能治我的女儿。别无其他办法了。